调，都是枪啊，还吸烟口或者溜口，一起来给你感受一下客家的魅力，这样。亚洲的炸锅那么，很容易脆掉。好脆，有一个经典的画面哦，看妹妹都会切磋耶，评委好厉害哦，端木凯有做料理害。啊，你错过的是什么？哎呦，第3组 PK 让那个工作人员做这个，谁出的题目？佢切除动力很是看呢。哎呀，我不相信，你都不卡蒙驻村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鍾伯強。今日同朋友來到台中一導演，而且其實台中非常的大哦。禮拜呢，你有貼片來到沙港。哎呦，沙港一導演來前啊，蔡天牛年。好啦，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先來分享到係錢玉鳳錢師傅。大家好，那馮爺大家好，錢師傅你好。還有邱玉漢邱師傅，嗨，大家好。我覺得我們每次看到評審就很安心，對，就這種真的我們也跟着一起學習，這樣。對，而且虛嘅波君，顏值嘅波君，真嘅，真的，全部都懂真的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沙港嘅料理牛年，我們這一對厲害，我們這隊的媽媽也是都給做傳堂嘅，哎呦，師傅厲害哦。來分享到嘅係李美姐老家妹嘅新眼神庭薇妹妹，來，哇，這是姐妹檔哎，真嘅。哇，非常像哦。咱們所以今天我哋分享到嘅係兩公婆哦，掌聲歡迎劉翔姐還有黃妙玲。來。很年輕夫妻，而且老婆看起來好年輕哦。對啊，都很有長哎。好，來講到要給沙港的菜體文化，一定是問4位最了解了。對，隨便講一下給大家聽一下。來，麗梅姐。哦，一沙港啊吼，一土牛客家文化館，係有200多年歷史嘅劉家貨房哦。啊有哦。係啊，係中台灣呢，可以看呢。重要的遺產哦，那個土牛文化館底都還可以下個泰摩比斯啊，係啊，係哦，對不對？可以用頭髮下泰摩比斯啊，鞭絲啊。你兩餐就去過嗎？有啊，那個帶隔壁人啊。哦，真的？那就是每天看。他就姓劉啊。哦。那該不會是你家吧？之前921進城，啱帶地方。你就是住在劉福鳳地圖。你就是劉家人，是，全部看你全部懂得讀書哎，做醫生呀對不對？真的。哇，光這個在地的，我覺得我們先贏一半哦。啊，有沒有看到你老婆都沒講話？會講哈嗎？會講客家話嗎？不會講。哦，妙玲係哪裡人？大肚。大肚。你那邊他都後路你。比較多闽南人比較多一點點，但沒關係，今天我們有混合各種腔調，都是腔，還吸煙口或者溜口，一起來給你感受一下客家的魅力，這樣。好，冇問題。好，先來看一下提出料理食材係乜嘢？談講你啲食材嗬，咩菜題嗬，非常厲害嘅食材嗬，打開來本大家看咯。哦，你係乜嘅？劉桑菇。劉桑菇。講到香菇，一聽係對身體非常好誒，但是呢，今日搶到菜體嘅牛年，係專門中藥嘅劉桑菇嘅牛年，係呢一種燒曲子分享到大家，很香哦，燒曲阿姨，大家好，你好，哇，來賓大家好好燒雞哈，好，大家可以有一點像是胚芽奶茶，香菇就是這樣，那個菇就是這樣種，對不對？是，頭個人氣房。生長的，哎呦，很好哦，貴你水浪厲害哦，哎呦，幾多土？哦，18度到20度左右，哦，這也是我很喜歡的溫度。哎，我家也是開這個溫度，太浪費電了。哦，啊，我們這個菇有什麼特別厲害的蔬菜啊？哦，它是有多種的那個氨基酸，它含有維生素，礦物質。而且它是高纖維的，蛋白質也很高。而且唐貢給哦，給不是隨便的香菇哦，唐貢它是神菇。哎呦，新菇，哎呦你好，最厲害，為什麼我們都神菇啊？哦，因為它營養價值很高，而且種植不容易。亞洲的炸鍋那麼，它
可以试试，真的吗很容易脆掉。可以吗？哎要从根部吗？从个茎开。要用脏吗？熬到很快。好脆，哦，哎呦，是好嘞哦。我看等下哈不会个蔬菜继续长哦，它会继续长的吗？不会了，就是一次而已，一动一动。很香，就有人喜欢这种味道。啊，是不是本地大都有一些可类的直接葱的安尼，褐色，淡褐色。那像这些都是可以采摘了吗？都可以了，成熟了。有没有人家里有种过羽毛？就种过羽毛？没有吗？我有种过哎。我种过久吼，冇要紧。今年做的食久啊。真的有啊！大家等下最爱的就是开这个箱。对，开箱文。因为做的不是做就显得私生活。当然，你们看，造对哦。样哎，你会喜欢吃？它缩水了。要么改这是柳松菇的饼干，成个最好食的一种哎。哎呦，香脆，冬好条。好吃。好，咱最美味食。这个是用来试看。这个不是用剖的嘛哈？用昨天拿豆豆，干燥，我们拿多一点。干燥，不说下去我们捏，大家不用怕太燥热。就是准冷搭生。冻车。小朋友如果爱吃饼的话，就是改过吃这个就好了。今日呢，提出料理，Angela 拿一个柳松菇来做料理嘅挑战，谁来进行比赛咯？不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最低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菜體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講到那個香菇料理呀，煮這個香菇雞湯就不特別了。你每年做嘅料理全部都貼片，先來談課那兩個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柳松菇米披薩。冇吃過吧？沒吃過吧？意式料理呢？哎呦，等一下談看哈。今年哈民主節最好食來了，咱是今年會做嘅係柳松菇麻油卵。麻油哦，麻油有先查過。兩組哦，全力動厲害呢。對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哈。比賽倒數3秒鐘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哎，我們這個不一樣哦，兩個有它不一樣嘅聲音的好聲。對，你喜歡吃香菇嗎？香菇要看品種，因為有的人會講這種香菇的甜，真的。但是有的人就是喜歡香菇味。他那菇兒拿來做披薩冇看過，冇看過。對，看過來看啊。哦，這樣嗎？該亂，這不一樣嗎？怎麼深色？對，它的顏色啊，冇放旁邊就好了，放旁邊好。你要幹嘛該亂啊？出生卵，出生女蛋嗎？它是烏骨雞的。哦。等一下，有一個經典的畫面哦，看妹妹都會切菜耶，廷偉好厲害哦，你都不有做料理哈？哇，真的，你看他的刀法，對，你們有看到嗎？有，以前然後給大車切塊大棒哎，你要做啲咖粉哦，真的可以哦。啊，媽媽問一下哈，我看你剛剛這個卵凍厲害，唔過咧，你嘎該拍拍嘅東西很麻該啊，好像也很厲害耶。咁咪嘅東西？鮮奶油，鮮奶油，怎麼該有加鮮奶油？夠香啦。好香啊，係啊。這一道菜是因為妹妹好生嗎？廷偉喜歡吃嗎？喜歡。是你點的菜嗎？哦，媽媽在家就是這樣做。你好做料理嗎？剛好前面掉。好做料理，為什麼好做料理？有冇嘅神奇嘅素材？冬好玩。冬好搞係嗎？嘿。哎呦，那邊蛋已經下鍋了。對。哇，這個要煎的薄片嗎？嘿。那我問一下媽媽，就是因為你要就加個鮮奶油哈，所以它這個卵是不是煎的不能過頭？嘿。然後就加那個咖飯。啊，盤來做乜嘅用誒？風鬆貝啦。哦。放上面。你要嗎？開？那個是。幹嘛㗎？cheese。哇。那個是馬什麼瑞拉的那個 cheese 嗎？莫扎瑞拉。他比我內行。我都買有機的。哦。好。那就先烤雞片咯，哈。先幫你切。
也係物嘅菜，那个菠菜，國菜。哦，哎，妙玲，你那时候给父给虚接了，知道那个我们刘哥是客家人吗？知道，那时候就知道了。对。哦。會怕嗎？啊，你本呢？他们嘎来之前哦，还没嫁进来之前，你对客家人的印象还蛮个印象？印象就是客家的女孩就是很勤俭持家，然后客家的男生也是很勤奋的，就是工作这样子。那有符合你的期待吗？有。哎，你们马油咪呢种用沙拉油咯？先用沙拉油的吼。看完苦马油煮久的啊，太烧，太热不苦。内行哦。內行的。因为那个麻油的那个燃点比较低，对，沙拉油的燃点比较高。所以该用乜别动用办嘅？别就是点选就是说糟呢嘿，啊等下就用了油落去煎落。你看，第六个用马起来按用泡个是炒的。怎么会想要拿这个柳松菇做料出料理？我有的时候我妈妈无煮鸡酒，雞酒我都無參入掉加菇啊，係啊，係講冇加菜落去煮啊。好像東市才會這樣啊，不卡還冇加用。可能真的是拆貼貼散。對。好，你選高麗。哇。妹妹懂香哎，两边都好美哦。而且我们壓嘅迄樓光樓頭全部有分開來哦。妹妹敢吃青椒啊？因为你们家只有你姐是谁赢的呀？种青椒，这个很种哎，我说给你卖了，你自己种，你自己种啊？可不可以再加分？可以卖了。而且他还敢吃青椒，真的太了不起了。那我跳问一下哈，种青椒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撇步？看有没有虫。哦，要看。會有蟲嘅嘛？假使有蟲誒。抓配。哦。種配伊。你自己抓吧。好厲害哦！這個我就比我厲害了。真的，女漢子。好了嗎？好，放上面。應該向衝一間哈。哦。台式香冬陰營養。冬陰養。你看安陽哦，其實凍豆，其實佢準備嘅凍豆嘅食材係成咁好食嘅，不過你看左邊做安陽，成個是凍好食的。可是安陽，你要用哎，比鹹嗎？對啊，它等一下怎麼融化？蓋上去啊，貴上去。可是我有點擔心呢，這個是不是溫度會不夠？沒關係，那就讓它再等一下。等等看，等等看。孔基會化掉麼？吼，我要先孔解片好咧，好，直接等你。唔會打開來，唔會打開來。誒，睇到個暖凍好看，那這個是有加麻椒的嗎？啱係啊，好。好，那我看我們的食材哦，我這個食材那個肉好像蠻厲害的哦。是在用菜用肉啊，裡面用個松板肉。你看練得好好，大家一致掌聲。8分。謝謝。那就你吃吧。因為配麻油哦，很好油掉，很好好食。哎，這個我老愛吃煎麻油了，冇空用哎。你們家的是怎麼樣？我是整個荷包蛋下去。哎，對我看過的也是這樣，而且油很多，對，油超多。你係媽媽嘅做法係嗎？梗係千面豆。做無細年時嘅時陣啊，係時啊吼，看無識到亂放啊，因為細年看無愛識亂放。對對對對對。哦，因為炒之後炒到半熟嘅，係。哦，你下加米酒咧哦，也是全酒哦。冇每罐，就罐落去，佢嘅湯都會變甜嘅。冬甜係咪？但是料理真的是不營養，因為包括菠菜、韭菜就非常有鐵質。這道料理真的是坐月子吃的吧？好，月子達人。對，是。對，真的是。真的。全部都是量身定做的蛋白質，然後加一個膳食纖維，對，然後又有鐵質，補血。頭先就不用冰糖啊，你們一天啊吼，不用冰糖，看冇按燥熱。那寒天的時候吼。是在用到牛眼乾、龍眼乾，桂圓，較補啊。佢懂乜料理嘅感覺？真的耶！他好會。但係會講咧，還會做誒。冇啦，係。你下當用麻油係啊？你們用麻油落去，會嘅梅拖出來。它只要它的味道而已。你唔會腐啊樣。
厉害厉害。好，我们大家都转来喽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你每件起价本身系可以嘛个串烫啊？小食店，小吃最厉害。台湾最有名的是什么？就是小吃啊。小吃啊，现在可以。可以。你看，好，添油了。哦，你那边有可以抬火的吗50块，50块火。它是热量融到那，你手走开。好，你收着，好，先哦，好，好，那就准备要倒数好，了来倒数喽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谁就来吃这款那铁管底肚奶不卡米西卡好吃呢？好，再给你用六松骨煸发出来料理。现在看我们的，哎呦，哎，融天的嘞，披萨，厉害厉害。而且这个大部分50%是我们的婷薇妹妹粥哎，真的配料啊，还有这个摆盘啊，我刚刚看都有帮忙哦。抢这位黑青卡中哎哦。嘿，请跟动是用会先呢。好，切。那就来试看。哎呦，身为一个专业的厨师，虽训逮人该斗，随身都有武器哈，也是蛮合理的。哎，墨西哥安用团做个披萨呢。太高了，吃这款呢。哇！哎，先来看一下我们后面的黄金饼皮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很漂亮吧？哇！见都堵红呢，厉害。问小朋友意见就第一，吃这个你喜欢吃吗？喜欢，就可以认真吃饭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就达到料理的目的了，对不对？看你谁子多会吃呢？你们两个觉得嘞？当然，东后先按摄影，然后可能东干一些。那妙玲觉得呢？觉得它的蛋香就是有香味有出来，然后搭配cheese，因为cheese小朋友都很喜欢吃，所以真的。cheese 厉害哦，去手厉害，好吃到令人气死。如果你们觉得两个已经疗愈你们的心灵的话，下来是补一下哦，是补一下。来，好，麻油卵哦，好，大家来食看咯。好，你个卵白溜溜啊样，冻好食。哎，柳松菇真给弄切哎。一般那香菇来讲，光都是比较有口感的，可是呢，加个柳松菇吼，也蛮可以切，脆脆的口感。贵条安用是，很好选。好，紧张的时间到了，稍等好了呢，就要来看一下分数哎。提前呢，先抢齐师傅都会思考抢分数。哈，你好好选披萨，来。他是喜欢女儿哦，妈妈会注意下咯吼。邱师傅抢分数，哎呦，抢公平，齐师傅。那摸不两片意思是讲啊，给它弄的嘛，其实做的炒好，比较炒成像碎蛋那样的，是那就夹的时间嘛，让我冲不白掉。嘿。啊，我袂本两片的意思啊，我会感觉是动有创意，我本来想见到研究。袂落在那么，我就无那么，结果唔会呢，是都有嘟好，该气势没空容，嘟好融化，融化到那里性感底嘞。哎呦，看到声音全冇强融，声音都系啊。所以有摸嘢落去吧，基本上就是一定赞的。其實我自己係很好睇片啦嚇，不過邱師傅感覺咧，其實那個紅隊的那個米披薩，你看米頭嘟啊好，係唔過。椰飯吼冇米稀，但还没有选炒过，对，有一点可惜，要先炒过，差一点点啊。因为今天的主角是柳松菇，所以呢，它这个柳松菇的蜜头没有那么的凸显，哎，这个呢，它的麻油下去炒这个柳松菇，椰蜜头嘟吼，也不会太苦。然后把那个柳松菇的特性给做出来了，而且很营养。真劲动厉害。好，主要呢，提出料理本大家看到杀工要特别贴上柳松菇，这边发出动作的料理，而且呢，给到配种香菇有冇香用，它是神菇哦。好，杀好了呢，先休息一下，给你看一下，好久没有看到邱师傅带来的私房料理了，来看一下邱师傅带来嘛4个料理要搞大家嘞。总铺素卤菜，
的邱师傅长久无来做两个料理耶。嘿，今天的贵妇料理是带来什么？大菜，很多嘛干。蒜味奶油柳松菇炖饭。哎呦，哦蒜米跟油六松菇煲饭。嘿，哎呦，你刚刚是把食材都讲完了。对，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还有马个就在这可以嗨。隔夜饭，隔夜饭，蘑菇。哦，但讲句柳松菇还有蘑菇。因为今天的主角是柳松菇，可是在家里一般可能会有杏鲍菇、美白菇、金灵菇，那个都可以拿来用。啊，汉句马个。南瓜。哦。切，好细致哦。然后四季豆。哦。那还有什么？葱头。嘿。这个是什么？奶油。无盐奶油。蒜末。蒜末。那最后两黑马个。动物鲜奶油。哦。也可以用全脂牛奶代替。真紧系大家哦，冰箱有什么就做什么。对。好，你下家家都做本大家款。意思开始。今年有几时哦？对。因为那个我们要做炖饭，所以我们的要切小一点。对。因为它有那个脆口。其实聊头料理吼，就是问妈妈哦做在看吼，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。但是重点要放在那个煮炖饭。对。炖饭要用，就像炒饭，要用干鸭饭、隔夜饭。让饭嘛做的哈。那一般就是奶油炖饭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怎么做。对。刚好信上就讲哦，除了鲜奶油之外，跟牛奶没做的。对，全脂的。先把那个香菇炒香，对，跟中式料理一样。对，因为那个菇它的含水量比较高，所以我们把它煸香。好。那我们把那个菇，它慢慢有那个声音出来，就是它的水分有释放出来了，就会煸香了。OK。臭屁熊就臭哎。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把洋葱，对，那个甜味，可以炒出来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不用放那个糖了。不是先炒蒜，是先炒菇。对，先把菇的水分煸出来，把它的香味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其他的辛香料下去，然后到洋葱有一点软化，之后我们就要放动物鲜奶油或者是全脂牛奶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是南瓜盛产，瓜类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瓜类放进去，或者是你要加马铃薯，它就是自然的淀粉。那等一下你的炖饭也会比较浓稠。那这里是牙给动物鲜奶油，150cc 就好了。那水。这个比例可以切个重吗？困难你要吃稀饭的状态。炖饭可能那个比例还是有关系哈，总得调豆水哈。嘿，嘟嘟啊吼。昨天是加奶油婷婷吗？还可以已经听我加水。让它不会那么腻。然后昨天加盘的哦。线上感觉就看过，就这种因做该炖饭该直接很加，就是直接米粒下去给它慢慢这样煨，这样子变成硬硬的盘。不过今天这个料理就是搞妈妈做清冰箱的料理。清冰箱。懂好哈。你讲到丽梅姐心中的那个，每天都在想怎么清冰箱哦。咁呀，嘅奶油啊，奶油不用啊。等一下，好诶，咱不用下去。假设因为下就风吹条没做得加。做得咯。马改东西没做得加。豆豉没做得啦。做得。所以你呢，比较喜欢吃那个盐。对。妙玲有做过这个吗？没有。炖饭的。没有。没做过。那胡椒粉。白胡椒。拍盖。然后这个是好写该起司粉。如果家里没有起司粉，没有加也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不用担心，丽梅讲他们家一堆起司。是。好，因为我们要起锅了。所以因为讲不用跟奶油啦。奶油啦，嘿。所以杯米不用要跟奶油，是给它有香气跟滑口度。它会那个米粒也会比较亮。哇。冻香会鲜嘞，人家声哦最好鲜，真的。庭威喜欢吃炖饭吗？喜欢哈。还喜欢吃意大利面吗？穷了饭没做得表嘛噶，意大利面没做得咯。
都不可以啦。所以再加一点 cheese。对，哦因为你们刚才用那个 cheese 很难融嘛，哦，用按用的卡掉。嘿，哎，没做对啦，嘿，再加一个 pastry， 要嘛干？西式的香菜。那我们再加我们客家的。体现它。好了，哇！好，亚给呢六松菇爆饭，按用就好食咯。做日嘅上面呢要料松菇爆飯，到底呢做咗啲咩嚟？到底先來出題目。好，漂白沙公有土牛腳嘅，請問誒當時做乜嘅要用到土牛嘅哦？A. 土牛腳附近有幾多牛？B. 土牛腳嘅內對搶牛嘅用嘅。你看念得好好，大家一致掌聲。100分。謝謝。好，那就你吃吧。係啊。來滴啦，來滴啦。等一下，先莫講。先來猜拳，好唔？馬上來猜拳。妙齡啊，地面全部拱動。妙齡啊，麗梅，麗梅。我們找了妙齡女子。來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剪刀石頭布。提到正來，提到正來，好來。麗梅姐先講 ，A 也係 B 咧。B 哦 B 咧 B 答到叫嘅土隊搶起牛誒，嚇。係因為佢搶牛係嗎？不過因為佢就選 B 啦，哈，我就是做啲選 A，好嗎？好，今日答案係。啊，你錯過的是什麼？哎呦！第三組 PK 讓那個工作人員做這個，誰出的題目？今日答案係 B。做乜嘅咧？熱叫嘅時節，內對啲叫嘅船變做梯形，遠遠看過去就像個土牛嘅樣嘅，故所有人都土牛叫。好啦，因為你讓你啦哈，先半風吹，來，哦，看起來凍好鮮呢。很營養。是。對，抱歉。哎，來總沒有。抱歉，特別嘅徐師傅。邱師傅越來越會做效果。夏天啦啊！哦，大家試看。奶香味。比例度度好，愛摸血的吼，皮都該奶香味，就覺得哎呦，都是凍藥。哦，真嘅而家調別嘅種高中中料米頭度度好，因為你知道咧，好食嘛？用板的米頭，老太家形容一下，好食嗎？好食，係媽媽做本身嗎？好。哎，你們做啲推薦媽媽小吃店沒做啲做倆頭菜啊？而且用隔夜米飯去做。要嘛係摸做翻嘅食材全都加落去。什錦飯係嘛？還變成什錦飯啊，什錦燉飯，咪做咧賣啊。啊，徐師傅你感覺咧？我感覺佢嘅挑梅哦，挑到凍吼，就因為紅果冰到該奶油太就好，滑口，相信嗎？你做唔得食。美女做的一定好吃。哎呦！睇下個人做一嘅燉飯，好像剛剛表演起來呢，一種意見難，不過最主要嘅係一個比例的問題。比例要放的奶油、鮮奶油跟奶油，還有胡椒粉、鹽啊，這些調味很重要，這還是靠經驗的哦。真的呢，師傅係冇用用嘅。好，唔該你家條前比賽1-1哦。兩個模式都唔怕，可是最杯米決定勝負就是最後一關了。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關的挑戰。料理風綠燈，涼脆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撒點完成種葡式實天會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撒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安利水來上菜嚟。又到安利料理風綠燈嘅時間呢，先來公布一下今日嘅菜色嘛嘅。
公婆概括。哦，用薄概括哈。也坤。哦。你看到？我觉得一定不会这么简单放过我们的。对，错哦。你觉得会有什如果么？其他换成妞啊、蓉啊，还简单呢。简单的嘛。该不会放鳄鱼吧？啊，还得上的吗？上。应该不会。好，现看他马上我来是猜拳。马上。好，再给妙玲一次机会。慢去，好，体体位好不好？剑斗来，来。妙玲。哦，够对哦，哦，手要高一点，来。剑斗三条步。剑斗三条步。哎呦，武术嘞！它有一种很简单就赢的感觉。对啊。好，你要先抹干颜色。你要先抹干。决定。等一下打快乐很鳄鱼哦。嘿哦。哎呦！是这样打开的，好。好。要跟黑。用薄的水晶饺。不错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换妙玲哦。妙玲哦，告诉你了哦，动很运哦，平常在家里应该很幸运的哦。好，等一下留电哦，往电哦，打快乐本抬架款，1、2、3。哦！今天这个有点困难。来，啊，你错过的是什么？哎呦！等一下，用薄。芭蕉。第3组 PK 让那个工作人员做这个，谁出的题目？哎，还好我们先来恭喜2队好不好？你出的，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哦。可是要先真的恭喜2队没有踩到地雷。哇，兄弟，真的太难了。好，今天黑熊宝系列就要考验大家会不会做这种宫保的味道喽。马上就来进行最杯面一馆的比赛。好，最杯面一出料理都带这个宫保，给坤加海下嘅水晶饺就胜出嘞，太卡有把握冇？有啦，有哦。如果没有把握，要换香蕉哦。他有把握。好，比赛倒数3秒钟，3、2、1，唱开始。开始。真的没有这么简单，因为我作为一个队长，上到要跟水晶饺就懂手呢。可是我想说，反而电斗类入口那很你们的优势，因为水晶饺比盖比哦，它好容易入味。没有。真的吗？没有。要煮不给 Q 不简单的哦。Q 它本来就 Q 它反而我担心它入味问题。给懂哪人民，因为通常都拿来铸铜嘛，或是我们直接沾酱。嘿，那来炒吗？没什么看过，对，怎么办？等一下就要看但是他们很有把握，酱汁做的好，酱汁。你刚还去看到我们的妈妈还有带小抄哦，有啊，嘿，这种有小抄，一动为足的宫保系列，没有，那不是那个小抄。来，请问你会煮宫保吗？没煮过。你懂卫生？你懂卫生？那你现在可以帮忙。是你自己一直给我真假嘞，真假。哎，你有那个料理厨师帮我，大家可以看米头黑冲点哦，准备好水果后，那有花椒对不对？有哦，就有哦，也是要用炒油嘛哈。唔滴。小心哦哈，要绑那个辣椒味，不要真的不用动煮底度哦哈。好，有没有压力？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告诉妈妈了哈。啊，妈妈有没有压力？没啦哈。告诉你没了哈。我很厉害哦。好，家庭下张都正来，加油！哦！请用。切走就颗安用。哦，而且我们去骨哈，等一下盖皮铺分用慢慢处理。等下用米酒腌过，然后将用太白粉装好了来煎。哦，用煎呢，好。也是pan的不你装好嘞。哦。啊，等一下辣椒我挨到会用送的也会走的。我用走的。哦。啊，是呗，等下夹一下会。佢切菜动力很是看呢。哎呀，他真的不是电子业吧？我不相信你都不卡某驻村。哎呀，动厉害呢。妙玲其实家里面都是老公煮，对不对？妈妈煮。妈妈煮。哦。坦白话，妈妈来了哈。该干嘛改？那个米酒。先抓腌。点勾梨。好。
先给你抓腌一下。好。好漂亮哦！哇，跟水晶一样呢。因为炒到熟的，但是呢，感觉半透明，还这样半透明，够亮啊，因为冲浪水吗？不给它好 Q。好 Q 哈。嗯好。哎，你不要给我们馊主意。系啊。看啊，看一起架啦。冲下是咁错。系哦。看你啊。系啊。然后那像在松杯再同佢用刀片同佢拉。刀片啊，就是味道进去。味道进去。刀片哦。如果用剪刀呢？剪刀有吗？有啊，这样就可以解决明珠姐刚刚担心那个问题了。就是可以炒为时给我一米啦。不要剪断，就是开个肚子而已。嘿那，因为怕它会流出来。就是该地图该扭。对，嘿，唔好按太厚啦。妈妈，你有记得你哪一颗剪过哈？都剪过了，都剪过了，都剪过了，都剪过了。我觉得只要你们的一入味，你们的胜算很大。我觉得给它跟给肉处理都懂后哎。对，这是我们妙龄女子的功劳。妈妈，你有记得你哪一颗剪过哈？都剪过了，都剪过了，对啊，都剪过了，都剪过了。那个女儿有坚持。我想说，如果我不讲的话，真的会变10字。对。不过你又误导别人哦。Oh my god。有。该有做乜解？你还跟花椒不用炒吗？我要炒只炒这个，只炒 A。先炒辣椒该熟了。哦，我含白地嘞啦。都这样。可是我们要辣花椒的香气啊，不用炒吗？有花椒啊，我另外配。等一下上去炒啦。分开落去炒係嗎？係，鳳嘅係咪啊？鳳嘅啊。醬油。好。條油。哎呦。冇看過，要炒哦。係哦，厲害哦。等一下該辣椒嘅籽愛香味嗎？愛。愛啊。哦。等一下嘅油香味嗬。係啦。好。感覺他非常有把握。冇咁炒。我拿給。拿來炒。安尼看改片咯。好。先爆香。好，先不你別用哈。不要忘了我們有廚師幫幫我。好。你看兩個那個用哦。來看吼，應該唔是哦。唔是。你這個又做。係嗎？唔是哈。幾個人咩？我覺得他在發揮他創意了。對。讓他唔會打擾他。見過了，見過了。天天要做。哦。哇，兩片圈凍醬誒。呀，除了加米酒，還有加便宜粉末，加其他的東西咧哈。哦，係。該花椒強下冰落去是同嘅。用花椒先煸過，唔該用梅出來。等一下，該花椒有拿出來嗎？唔是，安尼咯，係唔是。假使有拗豆用嗎？唔會啦，唔會拗豆哈。我們用剪的哈。對，用剪的。等一下，該辣椒嘅籽愛嗎？唔是裝咗落去，係，所以等下對悄悄咧，唔該只再裝出來安尼。哦，厲害哦。你要鋪到馬個西施。金黃洗爛嘅。溫度可以哈，不用8度。煎要差不多180度安尼落去煎差不多。 180弄地呢，厲害。哦，又香哦。梗係乜㗎？調油、醋還有糖。做乜嘅會不用蒜絲啊？有貝豬米頭，有蔥。唔該米頭出來呢。辣辣酸酸。它的雞肉要回炸呢哈。怎麼要怎麼個回炸？这样它才可以那个逼油出来。哦。你看，真的是料理達人。對。好。而家都有孔介片好咧，孔介片自動用版咧。等一下口內那個膠胸哈是好的。對啦，我沒安上。你有廚師幫幫我。又再下去。沒哈。我沒有。我應該是狗介片咯。好。哎，到那邊？到那邊咧？發生乜事情？你先炒一下。煎過。啊，該皮怎麼香，怎麼好食，切咁樣，擦啦。也個是看扒魚又鬼孬誒。而且剛才有開腸破肚了，所以這個味道就可以落去啦。看起來
很不煞有差哦。那么一回事。所以有感觉哦。我觉得下饭只要你们的一入味，你们的胜算很大。好好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炖饭的。我跟你说，大家看到这就想吃，这就对了。里面有熊咪啊，啊，水晶饺又是口感的保证。对，我自己先偷偷承认，我超爱吃水晶饺。真的。好，差不多哎，好。真的没动桥吼，外面卖个用薄盖捆。我觉得给它给给用处理都懂后哎。对，这是我们妙龄女子的功劳。来，我看了我真的会想吃。两边都用速度差不多哎。其他就起款了哈。就好。好，我们准备来倒数了。准备有倒数了哦。 7、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奶咖酱的列台中铺嘞。好，今天呢，我来做的呀，给宫保那列说实在不简单，我自己都没有做过，我不会做。 真给。哎呀，它让我用水晶饺来煮用看起来我的很漂亮，像一副艺术品一样。对哦，应该有出乎自己意料哦。对，有自信啦。好，来吃这颗蛋哎。来。哦，这真的是很香，董熊太高了，吃这颗蛋吼。如何？好吃啊！东东米耶，跟水晶饺地图的感觉吼，就黏味。而且给规章哎，它是蔬菜味饮哦。我们底肚会撩，大家知道这个比较重的味道，会底肚会撩米头，但是外面我们整个上色是比种圆的吧？这个有满意吗？懂满意啊！对啊，我们对于自己做的东西是很有信心。它就该皮吼，唔会挑硬。QQ 啊，嘟好，你有啥感觉嘞？不会很辣。东后是辣，东后是辣。啊，妙龄嘞？很好吃。很好吃。啊，被你老公讲完了，再讲一个。它味道都刚刚好，就是咸度什么。对，调味调得不错。好，老板色蓝最困难。好，来。好，大家有知识困难哦。你们刚才啤酒狗该便宜分，好 Q 哦。咸肉口味按钮很冻嫩呢。妙龄赞哦。很嫩哈，咸肉冻嫩哎，我忍不住都想再吃一块了。做得。真的冻嫩。做得。因为该用薄吼，该挑米没挑都冻好。但宫保真的会调面包，真的很想看师傅的那种的表演。我比较想看徐师傅的宫保香蕉。真的。白玉地府做得看吗？好，没问题，做得。鸡肉真的很加分，真给浓嫩，而且给刚刚喊迪讲哎，这包米过来逼出油来这样。你看哦，虽然看起来辣椒红豆啊，不过其实唔会辣。我刚刚头前呢，黑一比鼓手呢，给听胜负就可以俩关了。提前呢，先抢70步，抢半分数。哈？应该指定都好型哦。大家都很好奇啊。哇，邱师傅抢半分数。平手抢公平。好，那本来想讲水晶饺这一道题目冻难，冻不好入味，因为鸡肉嘛切到干全部都切到油油，你看都扒到上面，你一口吃落去又讲无的芋头，所以冻哦。两片也不差，只差到我们呢，该芋头莫该干辣椒可能没有煸过，我煸过不该干辣椒出名，让出来。只有宫保的干辣椒的芋头。那邱师傅，它的鸡肉腌的刚刚好。对，冻嫩真嘅。就加米酒，它就便宜分听哦。唔过米头吼差18。差嘛个？冇来，香米差一些。是不是花椒会显够油？超油够还有。对。它那个香味，但是不可以太大火。对，不会出。那这边水晶饺的味道其实做的蛮好的，不过因为它太油了，
太油啊，太油，也个嘟嘟好，所以蓝队获胜。啊，看起来两组呢都有无样嘅表现方式，都非常的战斗。系啊，两组最厉害哦嘅部分系全部用到嘅厨师帮真的，忙，都有自信，都可以做料理，给自己掌声一下啦。好，不错讲呢，今日嘅比赛成绩，凤翠得到2分，蓝翠得到2分，平手。平手。凤翠得到前美女嘅加彩金，恭喜！恭喜咱翠做咧得到1500Q 嘅加彩金。好，现在老大家分享一下你拜参加嘅心得好吗？當歡喜啦。我覺得伊迄個機會，以後我係我去認真去了解客家，還有認真去學習客家嘅有關嘅煎炒煮菜安樣嘅西文西炒，還有客家嘅料理，發揚光大。好，拜託你，因為妹妹要拜參加有乜嘅心得，老大家分享一下好嗎？我喜歡了解法通，因為能做到我喜歡嘅料理。哦，你好了解法通，因為你好做呀嘅料理係嗎？哦，咁你下禮拜還有個人參加嗎？哦，因為禮拜吼1500Q 唔辣啦吼。啦，而且呢，佢還會過去練一下呀。哎，這有100萬3000Q，還有料理基金在這裡啊，對不對？恭喜！老啦，恭喜！好，然後問一下吼，我們劉哥到大家講一下，今日參加嘅心得係乜嘅？今日當歡喜來參加了一家之主啊。實在做了每煮東西有大家看啊，有大家識啊。都會當歡喜安尼啊。真的，劉哥很會煮，真的很會。哎，其實棟小看過吼，本業不是總廚，是我安會煮嘅，真的誰來哦？真的，媽媽會煮，媽媽有來現場。對啊，妙玲呢？今天參加的感想？今天很開心的來參加這個客家台的節目啊，然後就覺得還蠻有趣的這樣子。而且你今天炫夫炫得不錯，真的，以後人家看到你老公就會覺得啊，你錦定入鳳，真的很有福呢，對，很會煮，恭喜你。嫁對老公了。對，好啦，今日嘅比賽呢，真係合家歡樂，做得有冇叫我嘅組合叫下來參加比賽，沒看到呢？對烏卡嘅料理有100%自信啊，非常重要哦，因為烏卡米頭係最戰鬥嘅。係啊，所以唔管哦，你係小吃店嘅調羹樣哦，還是你係田子娘，你係家中嘅田子娘，經營東為主菜嘅人哦，選擇你來報名參加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，等等你叫下來報名哦。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